THM 都係搞嗰個加拉太書嘅，咁律法同恩典都係誒路德嘅一啲嘢。其實路德咧就係其實非常非常之重要啦，大家個都知道啦嚇。咁今日講呢個題目咧，我都希望又唔好太深，又唔好太淺嚇，大家互相可以啟發大家去更加咁深去研究我哋嘅宗教改革，何來宗教改革，然後宗教改革對我哋今日仲有乜意義咧？大家唔好以為佢淨係一啲基本嘅教義啦，其實對我哋嘅教會實踐啦，對我哋嘅靈命啦，對我哋其實好多崇拜啦等等等等，許多嘅問題，其實係一直延續緊嘅嚇，仲有好多爭議嘅嚇。咁我就可以話可以幫大家去打開少少嘅門啦，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有機會諗嘅話，可以諗多啲去繼續去睇更多嘅書，聽更多嘅研究去睇下啦。咁我今日講嘅題目主要講路德同佢相關嘅信義宗嘅一啲啲嘅改革。咁信義宗咧，其實都唔係一個，我覺得係唔係今日最主要講嘅問題。其實路德本身已經係足夠講好多嘢啦嚇。咁其實大家知唔知道一個叫做 Martin Luther 嘅，係咪一講起當然知道呢個啦。但係美國都有個人非常出名喎，係咪？Martin Luther King。咁其實講起有非常出名有意思嘅故事嘅。以前咧喺Georgia 嘅亞特蘭大 Atlanta 有個牧師，佢叫做 Michael King 咁咧佢1934年應該3、4年嘅時候去聖地啦，去聖地去朝聖啦，朝聖完咧之後咧佢就去到柏林啦，德國嘅柏林啦。去參加一個第幾屆，應該第8屆Baptist Church 嘅，佢係 Baptist Church 嘅牧師嚟嘅嘅一個大會嚇。咁咧佢就當時喺德國咧見識到非常非常多嘅馬丁路德嘅一個即係歷史啦。咁佢就非常非常之感動嚇。你睇呢個樣就知道係牧師啦。牧師佢喺台上同人講錢同乜嘅人生嘅關係啦咁咧，佢就決定將自己嘅名改做 Martin Luther 啊 King 啊 Senior，Martin Luther King Senior。好有個 Eric 收唔到 soon 咁佢個樣大家睇到係佢阿爸呢個仔嘅樣有冇見到佢好似似啊？後尾佢個仔同樣都改名叫做 Martin Luther King Jr.，就係著名嘅一個馬丁路德金啦我哋喺北美一定有好熟悉呢個啊咁呢個就係馬丁路德對成個宗教亦乃至對成個嘅我哋嘅現代嘅歷史一個非常非常大嘅衝擊所以其實係講起路德，好多人有唔同嘅評價譬如呢啲新教正統主義 Orthodox 嘅Protestant 啦，佢話係 Godric Knight 神嘅騎士係一個摩西或者係心酸，即係心酸都可以撞低嗰個以前嗰個巴勒斯坦人嗰啲柱石嘛，同樣馬丁路德成個撞翻成個天主教嘅嗰啲根基咁話佢係以利沙神嘅使者，但係羅馬天主教係話佢係一個瘋狂嘅修士甚至話佢係一個推翻教會主席嘅魔鬼嘅俾惡鬼纏身嘅一個神cycle，話佢咁樣一個人喎。咁當時啲敬虔嘅人就會話佢係一個大發熱心嘅一個 transformer，一個叫做 converter，係佢一個使徒嘅身份。國人如果德國唔會唔知馬丁路德路德覺得佢係一個民族嘅英雄，國嘅父親咁同樣大家都知道，Nice 1930年代30年代嘅納粹興起，佢哋都同樣將路德當成一個佢哋一個嘅贊同者喎，覺得佢係一個民族佢係個雅利安主義嘅贊同者佢一個係元首納粹元首嘅前身。
哇！即係個個都可以用自己嘅一個嘅心態，或者自己嚟解讀所謂嘅路德啦嚇。咁現代人點睇咧嚇？譬如我哋一個30年代一個非常著名嘅路德研究者叫做 Paul Althus 佢覺得馬丁路德係一個好似海洋咁樣咁深咁闊佢越研究越覺得自己不配研究唔明白咁我哋天大有一個教授啦，就 Victor Sheffer 啦，佢話佢都係研究路德嘅一個學者啦。佢話路德心臟就好似間屋咁大，好似 house 咁大。你諗裏面容納幾多嘢咧？咁我有睇一本書一本咧係關於路德嘅傳記啦，但係唔係神學方面嘅書啦。呢本書佢話路德係一個 rediscover God and change the world。重新去發掘咗上帝，然後成個顛覆咗世界嗰個一個人物我上次講咗都有同大家講過，呢個 Reformation 同嗰個從個 Enlightenment 好大嘅關係嘅其實係其實都同嗰個人嗰個人嘅興起理性都非常有關係嘅。今日我哋可能 touch point 可能會掂到，但係唔一定會講到咁多嘅嘢咁就路德佢自己點去評價佢自己咧？佢話路德及路德會係算乜嘢咧？呢個教導唔係我自己嘅，呢個我都冇為任何人釘死喺十字架之上。我只不過係一個可憐發臭嘅，全部裝滿住吹嘅一個皮囊。點會有人用我嘅名字，我個邪惡嘅名字嚟稱呼神嘅子民咧？所以佢係好反感人哋用咩路德宗路德會一個方式嚟反映，因為佢自己知道自己不配，自己嘅教導其實都係神嘅話語係一個轉達正確嘅分解佢冇為神嘅子民做任何嘢所以咧佢自己都話我只不過係簡單咁樣去教、去宣講、去寫神嘅話語。佢我做咗冇做任何嘢佢話當我同我個朋友麥南蘭頓Philip 同嗰個佢啲朋友去飲緊德國啤酒嘅時候，其實神嘅話語喺衝擊緊嗰啲天主教嘅去 damage 毀壞佢哋我冇做任何嘢，神嘅話語、神嘅道喺做緊所有嘅工。所以佢對世界嘅貢獻或者衝擊，其實都係講緊神嘅道、神嘅話語，自己喺度做工，都係唔係人作為一個宗教改革者，佢只不過係將重新發掘神嘅話語，將神嘅道顯明俾大家。呢個其實都係非常反映咗路德佢嘅思想或者佢嘅神學嘅最關鍵嘅之處，就係 The Word of God 同Christology，即係以基督為中心嘅一啲嘅神學同思想咁大家可能會誤解啦哇，係咪淨係講因信稱義咧？係咪？講起路德就一定係因信稱義啦？係咪？係咪一定所有講得晒因信稱義係只不過海洋中嘅一部分啦，當然係主要個部分啦。同埋路德係想推翻羅馬天主教嘅，係咪想建立一個所謂抗議中 Protestant 嘅一啲嘢係咪開始就想咁樣做嘅咁係咪路德係淨係一個神學家即係個學院入邊嘅象牙塔入邊嘅思想嚟嘅？佢對牧養、靈命等等嘅冇乜關係，都唔係咁樣噶，係咪？你知道象牙塔嗰啲人好清高噶嘛？乜世界事唔關佢事噶嘛？係咪？咁都有人問係咪路德係深深咁參與咗政治啦等等宗教改革需要同諸王君侯諸侯君王之間有好多個關係噶嘛？咁呢啲都係
如果去深圳研究宗教嘅話，特別後邊我講緊慈運理啦，講緊加爾文，其實都有呢啲問題喺入邊嘅。咁我哋都係我哋都話都係俾大家一啲嘅少少嘅 hint，俾大家繼續更多嘅思考下。咁今日我就講幾個問題啦。第一個就係講下係宗教改革前嘅，我哋上次講過，但係佢神學基礎係乜嘢，同大家再稍微 wrap up 一下。然後咧就講下渴望恩典啦路德佢自己嘅呢個生命嘅旅程同佢嘅靈命同佢神學有個關係。第三個講信心幾個講兩三個路德嘅主要嘅神學嘅貢獻，然後再誒延伸講講信義中嘅一啲少少嘅嘢其實最緊要可以希望講到更多嘅嘢，希望大家聽得到中間有味道嘅地方，大家可以繼續去自己延伸啦咁我哋知道嘅預備改革其實上一次講座咧，如果你冇聽到嘅，都可以喺政府網站CC Canada 1989去再睇一下嘅。咁我就簡單 wrap up 一下呢啲嘢咁教會其實已經沒落㗎啦，我哋知道其實道德、行政、治理失序，教義混亂啦，教會靈性都出咗問題。所以其實當時嗰個十日談就講一個比喻，就話其實係一個唔信主嘅人外邦人去到教廷，見到咁混亂咁帶佢去推薦要帶佢信主嘅人咪慘咯！見到教廷咁樣，係咪呢啲人再唔信耶穌啦？冇可能啦！其實嗰個人反而轉頭翻嚟講，經教廷已經咁混亂啦，咁教會仲有咁多嘅生命喺入邊，係背後一定有神啊聖靈親自嘅工作，所以呢個人反而信咗主呢個其實係一個好諷刺嘅一啲故事嚟嘅，就係可以見到兩方面，一個係啊教會無論點腐敗啦點失序啦，幾慘啦，其實神其實一直喺做工嘅咁呢一個係講兩方面啦。咁當時社會呢個大變動啦無論係政治啦，或者係經濟啦，或者係疾病啦，好大好大嘅變化啦同樣啦，都有技術方面啦，有印刷技術興起啦，人民普遍識字啦，可以城市中產階級興起啦，咁樣其實都已經係人手有一本聖經嘅，可以攞到大個人都可以有聖經啦，或者係啲聖經通俗嘅譯本啦，所以其實係啲係大變動嘅。咁我最主要同大家講一個神學上邊已經興起啦。其實首先你講到，其實係文藝復興啦，講到人要翻起個人主義上邊啦，講翻重新最重視個人啦。咁我哋翻到古希臘時代嘅黃金時代啦，可以開始研究希臘文啦、希伯來文啦等等，開始講修辭啦講教育啦呢啲嘢講呢啲嘢。咁呢啲我哋上次都同大家講過啦咁喺當中啊，咁有咗可以研究古希臘文原文嘅經典知道好多教義或者翻譯係有問題有錯誤嘅特別係譬如對瑪利亞嘅一個認識啦。咁同樣都係奧古斯丁等教父嘅著作咧，俾重新去發現，重新去檢討。咁樣嘅話，其實係對我哋一直以嚟嘅認識有好多好多嘅反思呢個係講Erasmus 佢貢獻啦。當然佢係重新翻譯咗希臘文嘅聖經啦。咁可以強調好多倫理上面嘅嘢啦，內在嘅宗教信仰啦。咁呢啲佢對學習耶穌基督，即係佢嘅效法主耶穌基督，好多好多嘅一啲嘅叫做提倡呢個咯。但係佢唔係完全走到覺得係可以因信稱義嘅時代，始終係覺得做唔到，係咪？我哋做唔到嗰個完全嘅信心，可以做得幾多咪做幾多咯，係咪？我哋覺得可以遵循嘅一個倫理，世界嘅倫理最好嘅做一個好基督徒，係咪已經足夠咧？咁樣呢個係一個所謂嘅一個
實際嘅做法進路啦，可以話一個實際嘅進路啦咁後邊有啲人都係宗教改革者，都係傾向於呢個進路嘅，好似我哋後邊會講到係一個叫做啊啊日內瓦嘅慈運理嘅一啲做法，佢哋會比較傾向於一啲倫理啊、社會上面一啲嘅倫理嘅做法，可以傾向於人民嘅傾向但係講到人民主義，其實對宗教改革有好多嘅貢獻嘅。當然，第一個我哋講到係重新翻譯聖經啦，咁重編咗教父嘅作品啦，啊啊咁重新去，特別係奧古斯丁嘅作品啦。即係所以咧，呢兩個嘅聖經嘅原文重新翻到嘅聖經真正意思，咁教父時代嘅一啲嘅翻譯嘅解讀佢哋嘅思想，成為我哋後邊宗教改革最主要嘅兩個工具啦。一個係聖經啦，第二個係教父嘅一啲嘅神學思想啦，係主要工具。同樣，人民主義都開始係去諷刺嘲笑、去攻擊羅馬天主教會咁呢條已經鬆動咗啦咁佢哋當然頭先講過都係重視呢啲倫理道德規範啦，咁輕視呢啲教義嘅咁同樣人民主義當然佢基本都係唔係話講同政治乜相關教義相關，佢更多係重視啲訓學啦嗰啲工具啦形式啦同教育等等呢啲係人民主義對特別係 Erasmus 佢當時對宗教改革嘅貢獻啦。其實路德同誒 Erasmus 係咪應該咁樣講佢其實係兩個之間嘅關係開始大家都係幾好嘅而且好多宗教改革家以前嗰啲人民主義者一見到宗教改革就覺得自然天生同盟有啲美麗嘅誤解嘅咁互相之間互相去幫助，但係後尾咧越往深入去講到教義等等嘅，特別係因信稱義之後咧，互相就分開啦。特別喺基督徒嘅自由啦等等呢啲重大嘅課題就好產生好多分歧啦咁就講落去啦咁當時仲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一個嘅叫做經驗哲學嘅思想，就係嗰個唯名論，就係講稱義，都係講緊稱義㗎。我哋而家講稱義個咁稱義咧，大家都知道喺當時如果係奧古斯丁年代咧，佢主要係一個叫做恩典博士啊嘛，佢係反對個pelagianism 嘅Pelagianism 當然係認為人係可以努力嘅通過自己嘅自由意志去選擇善，然後主動去尋求神，咁人就可以得救啦。咁樣方式所以人可以靠佢嘅行為去稱義嘅，道德係可以戰勝我哋自己身上嘅缺點啦，或者係呢啲罪嘅。但係奧古斯丁就完全係反對佢啦後尾咧，當然大家知道奧古斯丁勝出啦，咁柏拉修主義咧成為異端咁喺近代嘅經院哲學有一個 Via Moderna 呢個一個嘅分支佢係一個近代嘅途徑嘅，係一個唯名論嘅一個叫做稱義嘅教義。佢當然都當時非常有名嘅幾個神學家啦，都係認可嘅或者我哋今日好多人都認可呢啲或者覺得其實佢哋覺得啊誒其實人係有人原罪，但係都殘留少少能力嘅喎。喺呢個有限嘅人嘅能力、人嘅自由當中，係咪可以做得盡量去做我哋可以做嘅咧？咁如果人咁樣做之後，上帝唔會拒絕嗰啲向行心中嘅所要行之事嗰啲人，去佢哋行恩典，
所以佢哋有一個好後嘅 slogan 就話盡你所能啦，係咪？上帝唔會拒絕向嗰啲行心中之事嘅人施行恩典啦，即係救恩可以人有作用嘅喎。人喺佢所有嘅救恩當中係有佢自己應該做嘅嘢，有佢嘅作用嘅嚇。呢個咧其實就係路德後邊咧開始嚇，或者有少少唔係完全宗教改革嘅 breakthrough 之前，有少少嘅嚇有少少嘅同情可以咁樣講。但係到後邊咧佢就完全反對啦。咁我哋一陣間會講到呢個嘅因信稱義一個嘅去同大家再去詳細少少解釋。所以呢度咧就會講到嗰個意志 bondage of the will，就係嗰個意志俾罪所捆綁。呢個就係路德同嗰個人民主義嘅Erasmus 佢嘅根本嘅分別。喺呢方面咧，發生咗好多個論戰，以至於人民主義同真正嘅宗教改革係有咗分野嚇啊。咁呢個就因信稱義，唯獨神嘅恩典嚇，唯獨係靠信心，呢啲係我哋個神單向嘅恩典。呢個係非常重要，但係都我哋一陣間再詳細同大家講講呢個因信稱義嚇。如果因信稱義可以花成為一個所謂神學院個課嘅話，我哋希望半個鐘30分鐘可以講得少少touch point 講到呢個問題嚇。咁當時有個非常有意思嘅比喻譬如係呢個基於神啊同人之間嘅一個嘅盟約大家都讀舊約啦，所有人都對舊約好理解啦。當時嘅人同樣都係咁樣嘅，所以一講用 covenant 呢個概念講嘅稱義咧，神嘅救恩，大家都唔會反對嘅。當時都君主啦，係咪要就打仗啦，咁樣又經濟困難啦，就將以前金幣改成嘅銅幣，銅幣改成元幣，元幣咧好似改成而家紙錢如果一百蚊加紙，佢就完全唔使值100蚊啦，係咪？印刷成本嚟啫嘛，係咪？其實係可能2分錢真正成本，但係呢個價值咧，其實就係講緊嗰個發幣者君主嘅承諾，佢嘅信，佢嘅義，就係表明咗呢張100蚊係可以當100蚊嚟使，而真正嘅價值其實就係比喻成為一個人喺呢件事上邊投入嘅一個價值，或者係佢哋嘅信心對呢100蚊佢有幾大嘅信心。其實唔需要㗎，最關鍵係嗰個君主嘅承諾，係一百蚊可以當一百蚊嚟使一張紙可以當100蚊嚟使所以其實對呢個講法，對柏拉周主義咧，柏拉九啦，或者係講 Pelagianism 係一個巨大嘅衝擊嘅，因為佢哋覺得人係可以靠啊我哋嘅行為嘅價值嚟稱義啊嘛。但係對宗教改革嚟講，呢個講法仲唔夠完美，仲未夠成熟呢係一個半成品嚟嘅所以咧，點解人哋講宗教改革係一個radical 嘅，係一個叫做呢啲基督徒係瘋子講路德係瘋子係咁樣嘅，都有少少嘅問題喺度。咁當時講完呢個神學已經係有成熟比較係 ready 啦。同樣我哋講到成個社會其實係都渴望緊恩典嘅因為社會嘅變化啦、健康等等嘅問題啦，係一個當時嘅社會一個嘅充滿咗不安、焦慮等等 the era of anxiety， 我講緊呢個年代啦咁其實當時嘅文學作品啦，包括 Shakespeare 嘅作品，其實都反映當時嘅混亂啦、狂暴啦等等等等呢個制度嘅不靈等等啊誒，其實對
當時嘅社會，包括所有人，其實都係講緊 how long 神啊，我哋點解仲要喺當中去去接受呢啲苦難咧？你嘅恩典何時嚟到咧？啊，呢講佢成個社會，其實對路德本身其實都係同樣嘅嚇。佢自己嘅掙扎，佢自己嘅焦慮，唔少於當時嘅任何人啊。當時同樣都係講緊面臨即時嘅死亡啦，所謂無以復加嘅一個叫做罪疚guilty 啦啊，即使佢自己係個修士喎嚇，即係毫無意義啦，人生毫無意義啦，係咪啊？呢啲其實對路德個人嚟講都係非常深刻嘅經歷嚟嚇。我哋講緊死亡嘅即時嘅衝擊啦，就喺1505年咧，其實佢一個啊。有一天晚上啦，有一日啦，行到呢度地方就叫做 Erfurt 嘅地方就雷電交加即係打到即係懷疑人生，即係唔知懷疑人生，即係即時要見到死亡嘅威脅嘅時候，佢喺度就對嗰個聖安聖安一個祈禱話啊幫助我啦，如果你真係救我話，我希望成為一個修士呢個當然佢冇死到啦，咁佢為咗實現自己嘅諾言咁佢就14日之後15日之後就成為一個最嚴格嘅奧古斯丁修道院嘅一個修士啦咁當然係佢嘅父親係極力反對嘅因為佢父親係一個抗即係叫做銅礦嘅礦主啦，係有少少錢嘅，可以送佢讀大學，你知道啦，唔係好差嘅一個家庭。咁佢嘅父親希望佢成為一個律師嘅，咁喺入到嗰個 University of Erfurt 嘅時候咧，其實係希望佢讀完之後，可以做一個執業嘅律師嘅你知道大律師當然做大狀，當然就好啦。咁佢而家成咗個修士，係咪？成日同父親之間嘅關係壞到難以復加但係呢個就係佢面臨人生嘅時候，希望神可以拯救佢嘅一個人生嘅死亡關頭嘅一個第一個最主要嘅轉變啦。咁呢個就係嗰個城市嘅樣啦。當然好靚啦，呢個地方啊，咁喺呢度咧，佢嘅導師佢嘅導師同佢嘅當時 Augustine 嗰個 order 嘅二把手啦，唔係一把手佢個頭啦，佢mentor 佢就喺呢度呢度有幅圖俾當時嘅現象，見到佢同佢嘅誒mentor 喺埋一齊啦。咁喺呢個修院，佢其實都有唔少嘅年頭呢個係入邊修士嘅呢啲狀態我哋嘅德國團如果去個宗教改革，都有機會去參觀入邊嘅嘢嘅入邊有中庭啦，有呢啲嘅圖書館啦等等嘅地方咁呢度咧有嗰個1491年嘅姆加大嘅聖經譯本好似呢度上邊呢個有一個 Q 嘅地方就係路加福音嘅開頭見到大家可以見到左手邊係誒誒係另外一卷福音應該係前邊一卷福音書嘅標誌嚟，呢個係路加福音咁開頭咁呢啲都係嗰個奧古斯丁修道院入邊內邊嘅情景，呢個係據說呢個係路德嘅自己嗰間房嗰個小小嘅一個修士嘅生活嘅地方咁呢個係第一個嘅屬靈嘅經驗啦，轉變啦。第二個係講緊一個高塔經驗，即使係做咗修士俾奧丁成咗因為牧師，其實佢內心嘅掙扎完全冇少到嘅所以其實路德其實喺當時嘅人生路上有好多好多嘅問題好多好多嘅苦難咁
佢喺苦修當中，希望透過修士嘅生活去苦行啦，去朝聖啦，啊，讀經啦，禱告啦，去尋求心裏嘅一個係喜樂嘅平安，但係完全尋找唔到呢個喺呢個美麗嘅城市啊威丁堡Wittenberg 呢個係路德嘅所住嘅地方咁喺呢個右邊1514年佢就開始呢度有講道啦又開始有服侍啦講道啦服侍教會用而家嚟講咁喺呢個係非常呢個城市最核心嘅建築啦1283年開始有呢個嘅 Saint Mary's Church 呢個城市嘅教會咁呢個教會係被稱之為嘅 Mother Church of Reformation 喺而家仲喺度嘅啊咁喺呢度即使係作為一個修士，作為一個神父因為非常敬虔嘅人，其實佢自己內心有好多好多嘅不滿足，好多好多唔明白嘅地方咁呢度都係呢度就到咗1517年啦講嘅10月31號嗰個九五條綱要嘅一個教堂，都係喺個城市 Wittenberg 一個地嘅一啲場景。路德咧就一直喺呢度住到佢死咁喺呢個所謂高塔經驗之前咧，修士生活唔可以減少佢對佛神嘅憤怒嘅恐懼對宗教儀式嗰啲背後所面嘅嚴格要求嘅當時一啲嘅恐懼即係做唔到啊嘛，係咪？要求咁多係做唔到啊嘛。咁每一項嘅崇拜禮儀教會禮儀，其實都係背後都有上帝嘅憤怒嘅，佢都見到上帝嘅憤怒義怒喺入邊佢貧窮啦、禁食啦、祈求聖人功德啦，佢1510年到11年去羅馬朝聖啦，咁認罪啦、苦行啦，都唔可以帶嚟內心嘅平安。咁喺1512年就頭先嗰位佢嘅導師喺個中庭嘅梨樹地下勸說佢去讀呢個攻讀嘅神學博士啦。咁好神奇咧，佢應該係4月份啦講嘅8月份8個月之後，佢已經獲得嗰個神學博士啦，因為佢已經讀咗好多書啦嘛，係咁已經好 ready 啦嘛咁其實佢就開始教授喺神學院教授最主要幾個科目啦，詩篇啦、羅馬書啦、加拉太書啦、希伯來書啦，呢啲教授當中喺呢度教書當中，佢就思想發生咗好大好大嘅轉變呢個就係講緊同大家分享呢個所謂梨樹底下即係勸轉啦。佢嘅導師頭先講過 Augustine 收回嘅第二把手啦問佢係咪而家應該考慮你作為一個神學嘅博士啦？係咪係 Doctor of Theology 啦路德話你係認真噶嘛？我個身體唔好好喎，係咪？咁如果我點有可能每日去take care of 去處理啲學生嗰啲問題咧？因為佢嘅導師嘅回答就好奇怪都好唔知點講唔知當時 context 點講。佢話好吧，如果你咁樣就咁樣死嘅，咁最差 at least 最差或者係最少，上帝身邊有良好教育嘅一位服侍者係咪好幽默咧？係咪好唔知每個人聽嚟都唔一樣可能係話當時成個嘅教會啦，都係一啲缺乏修養缺乏真正對神嘅話語有認識嘅人嘅或者有真正嘅所謂人民主義訓練嘅一啲經驗哲學訓練嘅一啲人去佔據教會嘅所謂高位啦。所以呢句說話或者觸動咗路德去
devote 即係去教導聖經啦去 preaching teaching 啦，去做呢啲嘅觸動啦。不管如何神其實已經早就預備好啦，佢所以喺誒7、8個月之後，佢已經係可以成為一個神學嘅博士啊。係 Odin 都係 Wittenberg 頭先講嗰個教會入邊去 Odin 嘅好多嘅最主要，因為呢個係當時呢個城市嘅主要嘅 academic 嘅 centre 啦，所以大部分嘅所謂嘅博士嘅 Odin 都係喺嗰度嘅所以就喺頭先講嗰個教會入邊呢個啊金碧輝煌嘅教堂入邊咁講到呢個高塔經驗係最緊要就講到佢關鍵，即使係讀咗咁多書有咁高嘅學問，教咗神學，其實內心係極度嘅不安嘅佢喺佢後邊寫嘅一啲文字或者回憶，係講緊佢喺1915、1919年係嘅經歷但係後邊嘅人通過研究路德因為佢講嘅時候應該已經好年紀唔細噶啦，所以覺得佢應該係唔係記得好清楚 exact 邊年嘅。大家都大部分認為佢係1514同1515年，即係中國改革前嘅3、4年去有呢個高塔經驗嘅佢話我自己係始終係覺得自己係個罪人，內心極度嘅不安，我冇辦法去確定我自己係咪可以滿足我嘅所謂嘅所做嘅嘢係咪可以滿足上帝嘅嘅 wrath of God 係咪？我唔單唔愛，而且係恨嗰位公義嘅上帝。即使我冇去褻瀆啲神明，但係我都係默默咁抱怨緊，對上帝充滿咗憤怒所以喺羅馬書嘅講緊讀羅馬書之前，佢其實係一個叫做自己怒火中燒對自己嘅怒，對上帝嘅憤怒，良心咧係備受煎熬嘅咁樣一個人咁佢就讀羅馬書，佢注意到羅馬書嘅上下文，佢講到上面講到神嘅公義喺福音上顯明，如經上所在，義人因信得生呢個對羅馬書呢段經文嘅理解係 exact 就就係嗰個關鍵嘅時刻，就俾佢明白得到神嘅公義係因住神嘅恩而我哋人係因住神嘅恩，因着信而生嘅。呢個都係講到呢個經文嘅意思。神嘅公義藉住福音顯明，係一個被動嘅公義，係我哋唔係自己做到乜嘢，而係神將呢個恩典白白咁加俾我哋，所以我哋係被動嘅接受嘅吓。所以呢個將佢明白得到呢點我哋而家當然各位可能都係已經接受呢個教義啦，覺得係唔係太難，但係對佢嚟講係相當於打開一個大門，進入咗天堂呢個就係嗰個高塔經驗嘅經驗大家如果知道以前聽過正主講座，都有講緊英國同樣一位宗教改革家John Wesley 同樣佢都係讀呢段路德嘅一段對呢段經文嘅理解佢嘅當時有一句說話叫做warm-hearted experience 都係一個內心充滿咗溫暖同感激呢個係完全係神嘅話語開啟咗俾佢哋知道，我哋唔係靠自己嘅能力，靠自己嘅所謂嘅任何一啲嘅行為可以得到神嘅義，而個義係完全係外加俾我哋嘅，係我哋係神嘅公義係被動嘅，而且呢個係完全嘅公義，係耶穌基督嘅義呢個係唔同話我哋可以一陣間再講下，再講詳細少少即係高塔經驗咧，係俾佢有完全嘅一個改變，所以將成個
路德睇聖經嘅態度啦、視覺啦，完全唔同咗。你講緊呢個係佢嘅靈性，其實講緊以為係淨係一個神學轉變，其實路德本身係其實經歷到好多好多嘅人生嘅掙扎嘅嚇。佢1516年死啦，1517年所謂佢出名嚇，成為一個參加一個宗教改革。其實一生嘅所謂宗教改革係充滿咗動盪嘅嚇。佢自己嘅家庭生活都非常非常之有好多好多嘅苦難。我哋喺佢從死之個1546倒住睇咧，倒序嚟睇啦，其實見到1542年已經係反改革宗教改革運動啦，大部分嘅東歐同南歐嘅地區已經失去。咁佢1542年佢個女13歲死咗嚇。咁1528年有個女7個月又大又死咗。其實佢自己嘅3個仔女等等，其實都有唔少家庭嘅方面或者個人靈性好多好多嘅一個掙扎。所以路德我話唔係話路德宗啦，應該路德本身佢靈性特徵都係一個叫做一個規則，係話叫做禱告喺禱告開始去讀神嘅話語，然後發現我哋可能完全係進入一種 anxiety，進入一啲掙扎、苦難當中，但係又喺呢啲當中又翻禱告當中，然後再去讀神嘅話語，睇到神嘅應許當中可能有少少嘅安慰，但係又可能喺當中又發現神嘅話語同我嘅現在所見到嘅實際嘅情形生活，我哋面臨處境完全唔同喎，咁你點算啊？所以又陷入無止境嘅痛苦、困難同掙扎當中，咁又需要翻轉頭去到禱告當中，去到神嘅應許當中，去去一步步靠近神。所以路德嘅所謂嘅spirituality 或者靈命嘅特徵係以十字架啊為中心，以喺神嘅話語上嘅應許嗰個 promise 對於個信心同我哋嘅自己個人嘅悔改啦等等，喺神話語入邊嘅去禱告啦，去默想啦，去掙扎當中，逐漸咁樣成長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叫做 the circle，the cycle 係一個永遠嘅一個循環往復。即使係偉大如馬丁路德嘅一個宗教改革家、神學家，佢其實都係一條咁樣同樣嘅一條路啊。咁我諗對我哋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同樣都係啦，我哋普通人係咪先所知都有限，我哋同樣都係面臨好多嘅掙扎啊如果我哋係喺掙扎開始，我覺得就係有少少錯誤嘅，應該喺禱告開始，係咪？我哋禱告開始，然後去睇咧神嘅話語乜樣嘅應許，然後翻到我哋對比我哋目前嘅生活情形，我哋嘅侍奉，去發現好多嘅掙扎，好多嘅痛苦，好多嘅苦難前面等緊我哋。我哋冇計啦吓，走到呢個盡頭啦，又點樣咧？又翻禱告當中翻到對神嘅話語、神嘅應許當中，喺信心當中，我哋繼續前行。呢個就係講路德嘅一個嘅靈性嘅一個嘅歷程吓。咁用佢自己嘅說話嚟講吓，佢話我唔係講我神學係喺突然間叫做 at once 係咪？即刻可以知道所有嘢，而係佢內心咁不斷咁樣去探討，然後俾嗰個 temptation 誘惑啦、掙扎啦，咁樣去到走入歧途。咁所以讀神學或者係造就大家對神嘅認識，都係屬於神學家。我哋每個人都係神學家咁樣講下，唔係話單單係理解、閱讀同思辨係呢啲，而係去生活。No，唔止係生活，而係死亡同詛咒當中，我哋去造就我哋嘅
與神嘅關係，對神嘅思想，呢啲係咪對大家係一個提醒或者係一個衝擊？因為我哋都係喺 struggle、despair、dread、anxiety 喺呢啲嘅掙扎當中，喺焦慮當中，喺現實同神嘅應許嘅所謂嘅 gap 當中，去見到上帝，去靠近上帝咧。啊，呢個就係我覺得係路德嘅思想，作為一個所謂嘅牧者，佢就係首先大家千祈唔好忘記，佢係個修士，係牧師，然後先至成為一個神學家。因為佢作為一個牧者，一個所謂神嘅僕人，去牧養全世界嘅群羊，俾我哋樹立呢啲榜樣啦。啊，咁大家講到呢度啦，都已經有少少句啦，我諗講咗一半啦，唔識大家諗下，到我哋講到而家為止，你覺得路德嘅身份有乜特徵咧？啊，佢嘅經歷，從佢嘅經歷同佢嘅處境係時代嘅處境出發，佢嘅神學有乜特徵咧？我就簡單講，簡單同大家分享啊，千祈唔好以為我係一個專家，因為大家知道啦，頭先講過，路德係深如海洋，係咪？闊如海洋，佢嘅心大如一間房，係咪？所以其實要了解明白路德係有好多好多嘅側面，有好多好多嘅 diversity 呢個。所以其實講得我個人認為啦，佢一個係首先係一個聖經教師係一個學院入邊嘅一個辯士吓，佢唔係自己想做一個改革家吓，唔係主動，最起碼係喺威丁堡嗰個95條，唔係去想打亂天下嘅，但係呢一條就係咁嘅性格脾氣啦咁樣就造成咗翻天覆地嘅變化吓。咁佢係一個敬虔嘅修士，係一個牧者。咁唔係一個社會活動家嚟喎，唔係一個政治家嚟喎唔係一個咁樣嘅人。雖然同呢啲諸侯君王有接觸啦，同叫做教宗啦紅衣主教有許許多多嘅接觸，但係佢唔係一個成熟嘅政治家嚟嘅，係一個可以講係個幼稚嘅人嚟嘅同樣，佢都唔係一個系統神學家呢個佢係好多好多嘅寫作好多好多嘢，但係佢個朋友Philip 莫林頓可能仲好過佢所以其實要大概知道佢一個嘅偏向係咁樣所以佢一個係身份，佢係一個 pastor，係一個好似係一個公牛咁樣，去四圍衝撞一個人啊咁佢同樣都係好似係一個prophet，係一個先知咁樣，去對時代發出強烈嘅聲音同樣佢都係一個 monk 啊啊。咁神學有乜精咧？大概同大家有人認為啦，佢係當然係聖經為根本啦。佢即係講到大家都應該認同啦。佢係一個辯證嘅，係理性嘅佢時代嘅特徵賦予佢咁樣，對經院哲學反叛啦等等，佢一定係辯證嘅、理性嘅，係要同啲人民主義去打過嘅咁咁佢同樣都係唔係一啲虛假嘅教導。係佢生命嘅，以生命為目的，與神嘅深切嘅關係一啲喺生命掙扎當中嘅 existential 一啲嘅神學呢啲係我同大家講嘅一啲總結出嚟一啲嘅少少嘅一個個人睇法啦。咁從呢啲幾點出發咧，我哋會講下邊講路德嘅幾個神學幾個特徵幾個特色咁其實佢有好多好多嘅劃時代嘅神學成就嘅，當然啦，我哋講到聖經為中心啦，耶穌基督為中心等等等等等等，大家都知道都應該好熟所有。咁今日咧就講唔到其他嘅基督徒嘅自由啦。咁頭先我哋都講緊嗰個律法與恩典啦等等。都講唔到咁多，我今日簡單同大家講兩點有關係嘅講，
一個叫因信稱義嘅教義啦。因為我頭先已經開咗頭啦，繼續講落去啦。咁講下同聖禮有關係少少嘢啦。咁聖禮又同 the word of God 同個 promise 有關係咯嚇，又同嗰個因信稱義嘅教義又係完全相關嘅嚇。咁我哋順序呢條脈絡同大家往下去講啦。啊，咁因信稱義咧，我哋頭先已經知道啦，所謂嘅奧古斯丁係同意我哋罪人唔會得救啦。咁後邊喺嗰個新路派嘅唯名論咧，嗰個 We Are Moderna 其實已經係有少少啊嘅突破啦。但係我哋講到路德嘅經驗或者高塔經驗，講到神係特別俾佢睇到福音唔係一個懲罰嘅義，而係一個白白賜俾我哋。有時如果係覺得福音係一個懲罰嚟嘅，咁其實係會離開神嘅吓，對神憤怒啊，去 despair，始終係嚟唔到神嘅身邊。咁路德喺呢度見到福音係白白賜俾我哋，係一個外加嘅義，係叫英文叫做 alien righteousness，係就 alien 嘅，我哋自己叫做 proper 嘛，但係出邊加俾我哋係 alien 嘅。咁係一個喺神喺我哋受洗悔改嗰時候去賜俾人嘅。如果我哋係當行嘅義，或者我哋 proper righteousness 嘅話，其實係我哋去做嘅，但係應該我哋先有嘅 alien righteousness 係外加嘅之後，我哋先可以行出呢個 proper righteousness。當然呢個係非常中心嘅路德嘅思想。所以我哋嘅義係神白白嘅外加俾我哋嘅，但係呢個義如果用上呢個 righteousness 嘅呢個字，其實係耶穌基督嘅義。所以講到嗰個義嘅話，所以有個 righteousness 啊啊，或者 justification。如果我哋而家用而家嘅話，唔係路德嘅話，路德嘅話係用 righteousness，係講緊呢個係叫 imputation，係嘅算為義啦，唔係呢個 imputation 到咗路德嘅年代用嘅係一個法律嘅用詞，加爾文都係用一種法律嘅用詞嚟嘅 forensics，係咪？係一種法律嘅用詞，佢係唔係再用以前嗰啲嘅醫藥性嘅一啲嘅用詞，係講叫 impartation，好似嘅 infusion，好似去打針打呢啲嘢入你身體咁樣，呢啲叫做係嘅 infusion，呢啲嘢係授予我哋注入我哋嘅一個罪人身上嘅義，唔係咁樣，佢係算為義。呢個因此呢個義係一個叫做係外加嘅義，係一個 alien，唔係我哋自己入邊所有嘅。呢個係都完全符合奧古斯丁嘅傳統，都係喺歷代嘅教父都係堅持呢點嘅吓。咁呢個咧，人要做嘅咧就係唯獨信心啦，唯有信心去接受。因此呢個人嘅狀態就係既同時我哋仲係一個罪人，同樣我哋又被神稱為義啊。咁呢個係我哋嘅two eons，即係路德唔係所以頭先保羅所講嘅喺羅馬書講嘅，大家經文都好熟啊呢啲就係嘅因信稱義一啲嘅解釋。如果用路德嘅眼光再去睇羅馬書嘅話，你就係見到係咁樣一啲嘅解釋方法咁因信稱義咧，頭先講到 faith alone 啦by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啦，即信心唔係話我哋知道耶穌基督嘅知識知道耶穌基督嘅死，而係佢真係為我而死，係我哋嘅 personal 同神嘅關係。我哋係完全係知道佢呢個歷史嘅耶穌基督嘅啊啊受死嘅 incarnation， 受死同復活都係為我嘅，都係因我而死嘅。所以呢個信心第二個講嘅信心，信心嘅大細唔緊要，成熟唔成熟信心大細唔緊要，而最關鍵係上帝嘅應許有幾可靠，唔係嗰個
我哋信心有幾成熟或者係幾好嘅基督徒，而係上帝佢有幾嘅 faithful，係上帝有幾好靠。第三點都好緊要嘅，好緊要就係信心，你一定係聯合住信徒同基督嘅。呢個信心係都係神嘅白白嘅恩典，但係信心係一定會產生我哋與耶穌基督嘅聯合。呢個就更加重要啦，就喺嗰個講到路德喺唔同嘅經卷或者係對不同嘅神學上邊嘅見解嘅上邊嘅表現出嚟。佢就話我哋係披戴耶穌基督，其實係就因為喺加拉太書3章27講緊個受洗歸於耶穌基督，係披戴耶穌基督，係將耶穌基督嘅義，耶穌基督嘅義係咩嘢？完全嘅義喎，係啊，唔係一少少部分嘅義，完全咁樣披戴喺我哋身上，以至於我哋藉着呢個衣裳嘅更新，我哋入邊有新嘅生命開始萌芽。咁呢個新嘅生命、新嘅決心就會影響我哋嘅意志啊。咁呢個就叫做喺呢度大家見到嘛，係一個 exchange 嘅一個過程，即係上帝耶穌基督喺無罪之身將我哋嘅先攞走，然後將佢嘅義啊啊，即係叫做外加俾我哋吓。所以呢個叫做用一個路德嘅非常出名嘅一個說法，叫做啊 joyful exchange，joyful exchange 喺一本好細一本書吓，大家我都建議大家可以買一本書，叫做好細好少嘅一本小書入邊基督徒的自由。我諗好多弟兄姊妹可能有呢本書，讀過呢本書，但呢本書好薄嘅，但係入邊有非常偉大嘅思想，就係話呢個叫做 joyful exchange，係一個叫做我哋用一個比喻就係我哋與作為耶穌基督嘅新娘，已經同耶穌基督有一個婚約嘅關係，婚姻嘅關係，joyful exchange。我哋通過呢個信心嘅分界 （wedding ring of faith），新郎將我哋新娘將所有我哋嘅 sin、death、pain、evil 嘅嘢，全部抌咗俾耶穌基督。而耶穌基督將佢啊所有嘅好嘢righteousness，將佢嘅義全部加添喺我哋身上。所以呢位神聖嘅新郎迎娶咗我哋貧窮邪惡嘅新娘之後，就救贖佢出嚟一切嘅脫離一切嘅罪惡，用一切嘅良善嚟裝點我哋。咁我哋即使仲有罪孽，但係都冇辦法毀滅，因為我哋嗰啲嘅所謂嘅罪孽已經全部咧都俾耶穌基督歸俾耶穌基督，俾佢吞滅咗啦。咁樣我哋就可以誇耀我哋即使係喺死亡同地獄面前，我哋都可以誇耀耶穌基督嘅義就呢啲係成個聖經嘅核心嘅思想，就係耶穌基督係將佢嘅 righteousness 完全咁樣加添俾我哋呢個就係關鍵咧，就係一個叫做 wedding ring of faith。呢個嘅信心嘅分隔，既係上帝佢從創世到而家嘅一個應許，係完全冇變過。同樣都係我哋去接受呢個婚姻嘅一個信心接受呢段婚姻嘅一個信心啊。所以呢個咧，其實大家唔好以為係一個路德嘅新發明，只不過佢用一個分界嘅，即係信心嘅分界，一個 joyful exchange，其實係用佢表達出嚟。其實喺最早嘅神父教會神父係喺亞他那修已經講過啦God became man
So human can be divine，係咪？因為耶穌基督嘅道成肉身，以至於我哋可以有成聖嘅可能啊！我哋可以成聖，呢個就係嗰個與基督聯合啊，個 exchange，然後我哋可以有機會同基督聯合。呢個就係更加深入，其實就係講緊，因為咁樣嘅一個叫做聯合嘅關係，我哋就可以參與耶穌基督，我哋就可以與耶穌基督同釘十字架。耶穌基督喺我哋入邊，而且我嘅活着唔再係自己，而係耶穌基督喺我身上活着係我呢個就係一個叫做我與耶穌基督共釘十字架，或者係我哋與神聯合，與耶穌基督聯合，我哋成為一個小基督嘅一個核心嘅根源啊！用一句誒，用一句路德嘅一句說話，我覺得非常非常之好啊！佢話耶穌基督嘅義歸算為我的義。唔係基於罪可以慢慢治愈，而係基於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嘅一個完全嘅勝利，一個耶穌基督嘅完全嘅義、完全嘅勝利。只要你信，你就擁有佢；只要你一信，你就擁有。所以呢個係一個對人民主義啦、對中世紀啦、對天主教一個翻天覆地嘅一個即係重大嘅打擊，係咪？咁呢個同樣呢個，只要一相信，我就完全擁有咗耶穌基督嘅義啊！呢個用我哋今日可能大家唔係嗰個簡單嘅一個因信稱義咁四個字講，而係用一句去白話講嘅明，只要我哋信，我就擁有咗耶穌基督嘅義。咁呢個義唔係我哋自己義，而係耶穌基督嘅義。唔知大家有冇去有少少反思咧？我其實如果越深讀嘅話，會發現其實呢個同耶穌基督嘅十字架嘅神學啦，同耶穌基督嘅犧牲啦，同佢嘅應許啦，同耶穌神嘅信實啦，甚至可以追分到神喺舊約嘅 covenant，對我哋嘅永遠嘅承諾都係有關係嘅吓。好多詩篇雅歌上邊，其實都係講緊同一件事，就係我哋同神嘅關係以馬內利嘅關係只要我哋信OK，大家知道嗎？呢個已經講咗因信稱義，呢個已經好深啦，已經好多啦已經唔剩好多時間啦，所以我仲更加簡單講兩三點啦，其他嘅啲嘢，講緊譬如聖餐聖禮啦聖禮 the word and sacrament 係路德最關鍵嘅嘢，所以路德係完全反對個所謂基督天主教七個聖禮，因為聖經冇記載啊嘛，神冇應許啊嘛。所以呢啲咪人加上去嘅咯，係咪？咁呢個只要神嘅話語、神嘅道喺嗰度，係咁神嘅教會就喺度啦。咁首先係應該咁樣佢原話係講，只要神嘅話語喺嗰度嘅信心就喺度，咁嗰個就係真正嘅教會如果冇神嘅話語，就當然就冇啦。仲有一個，仲有一個好重要一點同所謂嬰兒洗禮非常有關係嘅，因為神嘅話語先行，先有信心啊嘛，係咪？呢個係宗教改革嘅核心嘅觀點。所以如果debatable當然 debatable。如果宗教改革者認為神嘅話語、神嘅恩典係先行，係大過
我入之先行嘅用先行，然後人嘅信心去回應嘅話，咁嗰啲小孩子或者佢哋信心唔成熟嘅話，接受咗洗禮，係咪呢個洗禮都係有效嘅？同樣對其他嘅一啲嘅我哋嘅 practice 教會嘅一啲嘅實踐啦嚇，所謂聖禮等等實踐，你係咪相信神嘅話語行喺你嘅前邊？咁如果你相信嘅話，咁其實神嘅應許就應該可以實現。所以就喺落喺聖餐入邊嘅佢對 Zwingli 一個嘅爭拗就喺度啦。佢嘅對路德對聖餐嘅一個比喻就係一個遺囑啊，係遺囑一定要喺嗰個人死咗先至生效嘛。所以耶穌基督一定係死咗嘅啊，係表明耶穌基督死嘅。第二個係一個指定人，指定係佢揀選嘅子民。第三個係一定係可以實踐嘅。所以如果神嘅話語，所有嘅釋應許就話這是我的身體嘅話，呢個係你相信嘅話，就一定係知道呢個杯同餅係神嘅話語，係神嘅身體，係神嘅應許，係神嘅要我哋做嘅嘢。咁無論係我哋講緊變質說 whatever 等等嘅嘢啦，其實係路德係用一種講法，個耶穌基督話。這是我的身體啊！這是我的身體嘅話，其實餅同酒嘅係有耶穌基督真實嘅臨在，其實係 in with and under 耶穌基督嘅臨在係咁樣嘅一個真實嘅臨在嚇。當然呢啲係講起聖餐嘅爭拗，又係好多好多嘢講，可以講好耐好耐好耐，又可以講兩三個鐘嚇。咁呢個我覺得路德講嘅思想，我係慢慢嚇咁多年之後信主咁多年讀神學咁多年，慢慢去接受。其實更關鍵嘅，翻轉頭睇，其實更關鍵係喺頭先我哋講嗰句説話，你相信你就有啦。咁你信唔信神嘅嗰個應許咧？係咪？呢啲就係翻轉頭，我哋嘅 嗰啲 assertion，我哋對神嘅話語、聖經嘅應許同歷代教父嘅教導，係咪我哋去通過理性去接受咧？但係咧，如果你理性太多嘅話，又翻轉頭，翻到我哋個經院哲學嗰度啦，可能唔係完全靠信心去領受啦。就係 the word of God 啊，讓步俾你嘅信心，讓步俾你理性，你嘅理性又有少少起到作用咯喎。呢個翻轉頭啦嚇。咁翻轉頭講下佢嘅幾個簡單嘅一啲嘅生命啦，係喺當時已經貼咗嘅95條喺度啦。咁就教會就覺得佢係誒所謂嘅反叛者 rebellion 啦，咁樣要佢去答辯啦，又派主教嚟同佢去爭辯啦。咁佢1517年就係Leibniz 來比利色係咪？應該係呢個地方係德附近嘅一個城市去公開爭辯啦。咁名聲大噪啦，以前係一個小小嘅 monk 係咪先？而家係名聲大噪啦。名聲傳遍好多好多嘅所謂人民主義者啦，等等等等當中啦咁就教會落詔令話佢係異端，OK，你收回你話語，不認話，判為異端。路德咧好似公牛咁樣，公開嘅焚燒呢個羅馬教廷嘅詔書。咁到後邊啦，真正見到啦教皇同呢個召開所謂嘅會議嚟俾佢公開申辯，佢就喺呢度講佢著名嘅說話就喺度啦嘅 Here I stand 大家都知道呢句說話，唔同大家去具體講時間嘅關係咁呢我同大家標出嚟紅字嘅地方都見到其實有一個神嘅話語 reason 對每個尊重神嘅每一個嘅 text，every text 呢個係我哋基督徒嘅良心，呢個係所以講到 Here I stand, I can do
I cannot do otherwise. God help me, Amen。呢個就係一個一個基督徒忠守於神嘅話語啊，忠實於基督徒嘅良心，然後咧又係喺當時時代對理性對聖經嘅每一段說話都非常非常尊重一個人嘅講出嘅時代嘅一個叫做咩時代嘅最強嘅聲音啊！咁因為咁樣啦吓，已經好危險啦啊！當時當然係要性命不保啦吓，嘅當時嗰個諸侯啦吓，就將佢用一個劫持嘅名義 kidnap 佢，放喺度 Warburg 係收藏佢藏匿嘅保護佢吓，喺呢度美麗嘅地方吓，宗教改革會團隊一定會去嘅地方路德住咗一段時間唔到1年嘅時間，10個月好似係咁喺呢度咁短嘅時間，將成個嘅新約嘅聖經德文全部翻譯出嚟，然後咧對聖禮好多嘅思考咁又對宗教改革更多嘅思考。當威丁堡嘅宗教改革陷入迷惘、陷入混亂當中，路德又重新出發喺度所以呢段嘅經歷其實對成個宗教改革呢個嘅 Warburg 馬爾堡呢個地方都係非常非常重要嘅一個朝聖之地啊剩翻最後一個問題同大家講講信而終都繼承路德嘅一啲嘅思想啦。大家頭先講過，路德唔係一個系統，唔係一個系統神學家，佢寫好多嘢，但係佢唔係去好嘅系統性嘅將佢歸納出嚟噶基督論啦，神論啦，係咪？係聖靈論啦，等等，唔係嘅，佢教會論啦，等等，佢係四圍去戰鬥，四圍去面對教會面臨嘅問題，生死嘅問題所謂嘅饑荒嘅問題大饑荒問題，黑死病嘅問題，佢寫好多好多咁樣嘅文章當然好多好多書啦如果睇一世都睇唔晒啦一世都研究唔晒啦。其實係佢其實係。所以嚟講，路德宗信而終，有好多相似嘅一啲嘅嘢，係靠佢嘅朋友呢啲同事一齊去做嘅當然就個 Philip 頭先講過同佢陰卑州嗰個人啦，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叫做安定嘅改革家就喺度寫好多嘢啦咁。路德都唔係話冇做嘢嘅，其實佢有寫大小教理問答啦，呢啲係同教會嘅所謂嘅憲章啦有關係呢個大小教理問答啦。咁呢啲都係乜用嘅咧？有乜用嘅咧？仲有嗰個協同書啦，叫做咩Augsburg Confession 啦，呢啲啦，其實係對成個教會嘅一啲基本嘅一啲嘅教義教理有總結嘅咁Augsburg Augsburg Confession 啦，其實係成為好多宗教改革嘅一啲嘅基本文件啦。咁後邊加上路德嘅一個大小教理問答啦，呢個啦其實係成為好多好多嘅宗教改革嘅即係新教接受嘅信條啦咁呢個係最早嘅文本係1530年，係更加承認嘅。雖然其實喺Philip 麥倫頓啦喺眾人面前做過好多回應又修改啦，但係都係以1530年呢個作為最基本嘅一個權威版權嘅咁呢個大小教理問答咧，其實都係喺幫助兒童啦主日學啦家庭教師喺信仰成長呢啲，唔去俾一啲其他嘅亂七八糟嘅即係叫做枝節去拉扯嘅一個都係比較重要嘅一啲嘅信仰咁呢個唔單止喺16世紀開始，19、20世紀其實都係主日學青年事工都係用呢啲
補充嘅，特別係宣教之後，宣教啦，都係用呢個啊教理啦等等嘅信歌呢啲信條啦嚟去幫助幫助我哋更加明白我哋嘅信經啦，更加明白嘅好多嘅教會入邊嘅實踐啦係咁樣吓。OK，咁樣到咗呢度啦，我諗大家都係有啲少少辛苦吓。咁路德講緊佢嘅人生唔想做一個改革家寫一個簡單嘅一個神學院嘅一個修士，一個教師成為一個改變全世界嘅人啊！上帝用一個誒冇乜思想準備冇乜雄心壯志嘅人唔中意搞系統神學嘅人，完成一個偉大嘅事工。咁佢自己都有好多好多嘅掙扎喺信仰當中，喺神學當中，神俾佢跨咗一步，就喺如何得救等等上邊跨咗好大嘅一步咁喺教會天主教會或者成個社會需要去突破傳統，俾渴望恩典嘅時候，神嘅恩典其實已經喺前面等住，神一直都喺度動工，所以唔知各位聽我今日囉囉嗦嗦講咗咁多有啲好難，有啲就大家都知道大家有乜反思，有乜嘢諗法咧啊？我將時間交俾主持人啦OK，就呢個 London 都係講少少OK，請好 Karen。多謝晒Alan 傳道，咁咧就唔知大家會唔會有問題？我哋不過咧都可能可以等一陣我哋即係轉頭咧即係去詢問，或者你可以打喺個 chat box 度先嘅。咁係啊，呢度呢 Karen 可唔兩可以報告呢個？報係告呢個你係啊，呢個就報告呢個係個書係咯係咯嘅推介係咪？咁因為呢個就係啊，係其實係頭先都係因為呢個咧其實你講講我哋咧一個係你講座嚟嘅，咁今日係第一講啊嘛，講係路德其實我哋頭先都有提過 Zwingli 啦，大家都關心加爾文啦，其他嘅後中國嘅改革，當然路德仲有咁多嘢仲有好多好多嘅嘢。咁其實大家可以已經一次報名啦，都係用同一個Zoom 係咪Karen 係咪同一個 Zoom 嘅同一個 Zoom 號碼嘅，大家可以繼續參加以後嘅講座啦，有乜意見啦？譬如對今日都可以寫郵件俾我嘅嘢，咁我可以改㗎，從來都可以改㗎咁今期我哋講。